空氣懸掛嘅初衷咧，就係為咗提高駕駛嘅舒適性，同埋帶有可以高低升降嘅越野性能。咁但係用耐咗，佢容易出現老化漏氣，導致成部車下沉趴窩嘅一個問題。咁而家市面上好多嘅方案，車主過嚟，我哋俾咗幾個方案俾車主選擇，一個換總成啦，另外一個可以維修啦。車主果斷咁選擇咗高性價比嘅同埋穩定性強嘅一個換總成方案。例如呢台保時捷嘅卡宴，呢個車主因為佢嘅預算唔夠，同埋佢嘅使用場景咧非常之少，都係響內地咁樣接送一個用車，所以佢就選擇咗維修換氣袋嘅一個方案。咁既經濟又實惠，但係返工嘅機率咧相對會高啲，所以我哋保德會俾幾個專業嘅方案俾車主去選擇，睇車主嘅預算啦，亦都睇車主嘅使用情況，所以各有不同。好似出去食嘢咁樣，豐儉由人。裝好，搞掂。如果你愛車都有遇到呢啲咁嘅問題咧，可以過嚟揾我哋嘅。記得關注我哋中山保德柯。